大家好，歡迎嚟到今日嘅內在平靜練習，15分鐘全身舒緩瑜伽。首先可以將手拉起向天花板吸氣，呼氣，手擺喺心口中間，吸氣，再慢慢呼氣。可以畀自己諗下，透過今日嘅練習，想達到一個點樣嘅效果？可能係回歸呢一刻嘅平靜。又或者係透過練習，可以為自己獲得更多嘅活力，將個專注力擺喺自己個呼吸度，吸氣，吸深啲，呼氣，慢慢呼。好，跟住我哋可以將手同埋腳放喺脊嘅上面，做一個靠。吸氣嘅時候，眼睛望上去，壓腰；呼氣嘅時候，眼睛望肚，拱腰。吸氣，呼氣。呢個動作可以鬆弛返我哋個脊椎同埋個膊頭嘅肌肉。然之後右腳踏向後，伸直，再伸直我哋左手，提起我哋嘅右腳，做一個平衡 balancing table，hold 住你嘅 core。眼睛望前面，記住鋤頭腳，要 engage 對腳嘅。然之後慢慢將手同埋腳放落地下，我哋轉邊，提起你嘅左腳同埋右手，眼睛向前面望，收緊你嘅 core，hold 住，要記住吸氣同埋呼氣。然之後慢慢手同埋腳翻返嚟地面。我哋再做多次，右腳、左手，想象自己好似一張台咁樣，收緊你嘅臀部同腹部嘅肌肉。好，放返嚟中間之後，我哋再轉邊，左腳同右手升起，眼睛向前望，hold 住，維持呼吸。好，慢慢手同埋腳放返去脊上面。然之後右手擺喺右邊耳仔，眼睛向上望，打開右邊嘅膊頭。你繼續做多次，吸氣上，呼氣落，吸氣上，呼氣落。右手擺返喺脊嘅上面，到左邊，吸氣上，呼氣落，吸氣上，打開左邊嘅心口，呼氣落。手同埋腳放返喺地面，然之後我哋兩隻手可以擺喺伸延向脊嘅前方，額頭可以擺喺地嘅上面，感覺個膊頭係有打開嘅感覺，沉落去地下嘅方向，吸氣，呼氣，感覺自己個膊頭再沉多啲。吸氣，呼氣，慢慢推返自己上嚟，然之後腳撐住個地下，推自己上嚟下狗式。我哋可以曲一隻腳，伸直一隻腳咁樣舒緩返個腳嘅肌肉，行下個下狗式，然之後 hold 住，感受下上半身同埋腳嘅拉伸，然之後將你嘅右腳拉上天花板，曲腳膝頭哥向天花板，然後腳擺喺兩手嘅中間，我哋上嚟做個 Warrior Two， 眼睛望住前面手嘅手指，前腳係曲嘅，後腳係伸直嘅，你感覺到兩個腳踭呢係成一直線，然之後我哋做一個 Reverse Warrior， 將你後面隻手擺喺後面嘅腳上面，前面嗰隻手向頭頂嘅方向伸延，然之後我哋做個 Extended Triangle， 將上面嗰隻手擺喺上面嘅耳仔方向，感覺你嘅左腳同埋左手係成一直線。又慢慢上返嚟，
後腳可以踏前少少，我哋做個伸直前腳，右手向下，左手向上，做一個 extended triangle。然之後上返嚟，手可以擺喺腰側，擰翻個人向前方，後腳45度。我哋做個 Warrior One，彎前腳坐低，手向天花方向伸延。然之後伸直前腳，再向下彎，鬆下前腳嘅 hamstring， 手可以擺喺脊嘅上面，放鬆你嘅下腰。然之後左手擺地下，右手向天花方向做一個 twisting， 眼睛向上望，記住要呼吸。之後右手同左手都擺喺地下，做一個 plank，hold 住全身嘅肌肉。之後膝頭哥落地，推自己落地下，再上返嚟做個 Sphinx pose， 再慢慢推返自己上嚟做個下狗式。停留喺度，我哋之後就會轉邊啦。畀自己停留呢度，吸氣，呼氣，之後左腳上。彎你嘅左腳，膝頭哥向天花板，然之後左腳踏喺兩手嘅中間，後腳打橫放同隻嘅後邊平衡。我哋做個 Warrior Two， 眼睛望住前面嘅手指，屈曲前面嘅腳坐低 ，engage 你兩隻腳，然之後你嘅後面嘅手可以放喺後面隻腳，前面嘅手可以向後方撥。眼睛向上望，吸氣，呼氣，然之後左手可以放喺左腳嘅膝頭哥上面，右手向脊嘅前方伸延，感受下右邊嘅側身嘅伸展感覺。然之後上返嚟，伸直前腳，後腳可以向前踏。拉近兩腳之間嘅距離，然之後左手擺喺左腳嘅上面，右手向天花板方向，眼睛向上望，專注呼吸。然之後慢慢上返嚟，手可以擺喺腰嘅兩邊，然之後後腳45度角指向前面，手向上提起，坐低屈曲嘅前腳，做個 Warrior One， 眼睛向前望。吸氣，呼氣，然之後伸直你嘅前腳，慢慢向前腳彎低，拉鬆下你嘅前腳 hamstring， 頭可以向脊嘅方向沉落去，保持吸氣，呼氣，將身體嘅壓力卸落去地下度，然之後將你嘅右手擺喺脊嘅上面，左手向天花方向拉上去，眼睛可以望住天花嘅方向，做一個 twisting。然之後左手擺返喺左腳嘅側邊，右腳踏返上嚟前面，揾返左腳，做一個前彎。右手可以抱住左手手臂，左手抱住右手手臂。然之後手可以放喺地下，屈曲一隻腳，伸直一隻腳，去放鬆下隻腳先。然之後吸氣，眼睛向前望，拉長個脊椎，呼氣再向下彎。吸氣，手向上拉，呼氣，手擺喺心口中間。之後我哋仲會做一啲坐喺度嘅動作。咁腳掌舉住腳掌，感受自己個盤骨係好好咁樣坐喺個脊上面嘅，做個蝴蝶式。手可以擺喺隻腳掌嗰度，打開好似一本書咁，然之後向下彎，感受一下盤骨內側打開同放鬆嘅感覺。保持吸氣、呼氣，令自己個上半身沉落去。
然之後慢慢上返嚟，伸直你嘅左腳，右腳放喺左邊嘅內側，左手擺喺左腳嘅上面，右手向頭頂嘅方向延伸，做一個側彎，眼睛盡量向上望，打開個心口，然之後慢慢上返嚟，然之後右手擺喺身體嘅後面，推自己個盤骨上嚟，伸直個左腳。左手向頭頂方向延伸，打開個心口，應該感受到兩隻腳都係 engage 嘅。然之後坐返喺地下，然之後我哋做個前彎，擰返個上半身對住左邊嘅腳，然之後等自己沉落去，手可以向上放喺左腳嘅兩邊，吸氣，呼氣。慢慢推返自己上嚟，然之後我哋轉邊做右邊，伸直右邊嘅腳，左腳放喺右腿內側，吸氣，呼氣，右手放喺右腳上面，左手向頭頂方向伸延，做個側彎，眼睛盡量向上望，然之後左手放喺身體嘅後面，推自己上嚟。右手向頭頂方向伸延，hold 住，然之後慢慢坐返低，做個前彎，上半身扭返正向你嘅右腳方向沉落去，放鬆你嘅上半身，記住坐頭腳，你嘅右腳嘅腳趾係勾起上天花板嘅。然之後慢慢推返自己上嚟，再慢慢畀自己好舒服咁樣瞓喺席嘅上面，伸直雙腿，然之後屈曲你嘅左腳搭喺席嘅上面，右腳嘅腳踭擺喺左腳嘅膝頭哥上面，手穿過去你嗰個右腳，揾返左腳。如果捉唔到小腿唔緊要嘅，可以捉左腳嘅大腿都可以。應該感受到呢右腳嘅外側呢有一個拉扯嘅感覺，盡量放鬆你嘅膊頭，然之後放鬆，伸直左腳，抱返右腳，然之後用左手帶你嘅右腳膝頭哥向左邊嘅方向沉落去。右手可以打開，應該感受到你嘅右邊膊頭係有一個打開嘅感覺，好好享受下呢個 twisting，畀身體放鬆，專注呼吸，想象自己每一個呼氣都可以再沉低多啲。然之後返嚟中間，伸直兩隻腳，今次轉邊啦。右腳凍喺地下，左腳嘅腳踭擺喺右腳嘅膝頭哥上面，手去揾返你嘅右腳，可以左右咁樣搖下，放鬆下下腰嘅肌肉，吸氣。呼氣，放鬆你嘅膊頭，然之後放鬆雙手，伸直你嘅右腳，兩手捉返住左腳，可以鬆下個腳踭腳腕。然之後用你嘅右手帶你嘅左腳向你嘅右邊方向沉落去，左手伸直，向橫伸直打開，眼睛可以向左邊膊頭望，應該感受到你嘅左邊膊頭係有打開嘅感覺，同時間你嘅左腳大髀外側呢係有拉扯嘅感覺嘅。呢 twisting 嘅動作呢，係可以幫助我哋按摩我哋嘅內臟，促進排毒嘅。
保持吸氣、呼氣，之後慢慢翻返嚟中間，之後伸直你嘅腳，手放喺身體嘅兩邊，我哋做一個大休息，放鬆你嘅額頭，放鬆你嘅面部肌肉，你嘅下巴，放鬆你個心口、肋骨、肚臍，放鬆你個盤骨、大腿、膝頭哥、小腿、腳踭、手指，等身體吸收返啱啱嘅練習，淨係專注呼吸就已經可以啦。俾呢段時間自己個腦袋放鬆一下，然之後慢慢喐下我哋嘅手指、腳趾、手腕、腳腕，將意識帶返去自己個身體，俾自己伸一個懶腰，好似朝早起身咁樣，感覺好似叉滿電咁嘅。然之後擰向你嘅左邊，等自己推返自己上嚟，坐返喺脊嘅中間，手向上拉吸氣，呼氣手擺心口中間，再做多次吸氣，呼氣手擺心口中間。多謝晒你哋今日嘅練習，Namaste。